好多前輩咧都會批評我哋呢一代嘅80後唔肯捱、唔肯搏、怕辛苦。喺呢度咧，我希望為80後講幾句説話㗎。其實我哋呢一代一樣肯捱、肯搏，一樣可以摺起個衫袖就去流汗。但係唔可以唔承認嘅係呢一代嘅機遇比上一代少。我哋連有一頭家嘅願望都唔敢有。一個大學生起薪點約莫8000蚊，申請公屋，一個人嘅入息限額係7800，兩個人係12000，三個人係13000，一個非常荒謬嘅公屋入息限額。難怪會有朋友開玩笑話公屋會成為香港嘅集體回憶，因為我哋呢一代嘅年輕人根本係難以申請公屋。公屋咁難申請，要成家，我哋唯有寄望私人市場啦。但係大家都知道租私樓咧係非常吃力㗎。以元朗為例啊，租一間300尺嘅村屋，約莫要4000幾蚊，而呢個單位隨時會因為業主加租、收樓等嘅原因而冇咗，同埋用自己嘅錢去交租，但個單位最終唔係自己㗎，所以租樓未必係一個長遠嘅做法。咁買樓呢？我自己住喺元朗，近期樓價飆升，連元朗區嘅新樓盤都可以去到5000幾蚊尺，260萬嘅入場費。我哋80後一整年嘅人工，連一個廁所都買唔起，呢個又係咪一個正常嘅情況呢？我哋年青人唔係要好高騖遠，我哋唔係要一畢業就儲到首期，我哋唔係要30歲就有層樓，我哋係要一個明朗嘅前景，俾我哋望到10年之後，我哋有冇能力喺呢片土地上落地生根？喺買樓嘅問題上，市民怨聲載道。有調查指，近80%嘅市民都好希望復建居屋，令市民多一個好好嘅換樓階梯。但係鄭耀華一句居者有其所，而唔係家家有層樓，將政府嘅責任推得一乾二淨。咁到底政府有冇責任幫助弱勢嘅市民去置業呢？以新加坡為例啊，當地嘅政府佢哋嘅房屋政策就以每位國民都擁有一片新加坡為願景，努力協助市民置業。事實上，當地有80%嘅國民啦，都係住喺由政府興建嘅組屋，大部分都係業主，樓價比我哋平，地方比我哋大。我相信只要用心，其實我哋嘅政府一樣做得到。當大家願意喺呢片土地上買一層樓、置一頭家，亦都係代表住對呢個社會嘅一份歸屬感，對呢個城市嘅一份情。中國人有一句說話：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。要治國必先齊家，咁樣再大嘅深層次矛盾都能夠解得開。曾先生，你要起樓嘅話，不如起埋居屋，令我哋一班嘅朋友可以望到前景。仲有嘅係要檢討荒謬嘅公屋入息限額，令更加多嘅人可以申請到公屋，置一頭家。咁樣就能夠幫助更多高不成、買唔起私樓、低不就申請唔到公屋嘅朋友。呢一個係我哋嘅夢想，相信亦都係社會上不論80前定係80後嘅一個憧憬。曾先生，其實要解決房屋政策嘅問題好簡單，只要你諗諗你嘅屋企、你嘅屋企人，你就會明白我哋老百姓嘅感受。